左上腔来了好多气。首先要把心脏里面的血清出来，再把血放进去，难免会有气体在那个心脏的腔体里面。但是血液里面是不允许有空气的，有空气会产生那种气体栓子，栓子如果跑到肺里面去就会栓塞，所以一定要把气体排掉，不能够保证100%，但至少你也要保证它剩下的那微量的气体不会引起生命危险。高端的排气方式往往采用最简单的手法，我也没想到会这么排，我以为至少会拿个振导器把气体往外导出来那种，我没有想到这么的简单直接。最开始摇那几下，我眼睛都瞪大了啊！这个方法其实是一种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排气的方法，采用物理的原理，通过震荡的方式把这个大块的气体给它震荡成小气泡，然后这些小气泡呢就会随着血流。它到达这个比较高的位置，就是主动脉的根部，在根部呢，我们会有一根抽吸的管道，这个气泡就正好可以从抽吸的管道里面排出来。实际上，这种方式呢，也是我们心外科的前辈总结和经常使用的一种比较安全的排气方式。